这事儿啊是我办的。你办的？啊，我从深圳进的货呀。这事儿跟我妹妹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嘿，那还就好办了。我们这回就找你了，说说吧。高速部，哎呦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慌慌张张的。我那收录机它出事儿了。哎，这些人太落后了。哎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我那箱子呢？哎，里屋里屋。哎，同志，赵素部家住在哪屋？北屋。好，谢谢。哎，等等，你们找赵素部啊？我是赵素部的大姐。我们有事情找他喝茶。喝茶？去哪儿喝茶呀？我妹妹可没有喝茶的这个爱好。不是喝茶，是喝茶，查事情。赵素部在不在家？不在。有什么事儿，你们跟我说吧。我们不找你，就找他。完了！大姐没顶住啊！哎呦，床底下，快！不行，我这衣服都是名牌，弄坏怎么办呢？是。哎，大姐拦住他们了，拦住了！进去！怎么回事？不是跟你们说了吗？我妹妹不在，还懂不懂规矩啊？你以为你穿着这身衣服就能随便闯别人家了？我们是想找你们家长。哎，我就是家长啊，这个家我最大，我说了算。那咱们进屋说吧。哎，谁让你进屋了啊？一点礼貌都不懂。是不是就是那个收录机的事儿啊？哦，你知道？我当然知道了，这事儿啊是我办的。你办的？啊，我从深圳进的货呀。这事儿跟我妹妹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嘿，那还就好办了。我们这回就找你了，说说吧，你进了多少货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那太有关系了。要是这样的话，就请你跟我们到局里走一趟吧。走就走，谁怕谁呀？有什么了不起？往前走啊！哎呀，怎么办？他们把大姐带走了。有点大义凛然的意思啊！这个大半截儿还挺会装的。三姐，你还笑？你怕什么？这是工商局，又不是公安局。我的两半截儿，这是给我做掩护呢。赵子春，你现在所说的每一句话，都是要负责任的，你明白吗？明白。不就是什么投机倒把罪，还有就是什么统购统销那些东西，随便你们。我再问你一次，你的这批货是从哪进的呀？哎，不是日本吗？我是问你，是从哪个海关进的？什么叫海关？你甭装傻。我再问你，你的这批货是不是走私进来的？什么走私？哎，我现在不是在听你们几个人说话吗？我走什么私啊？赵子春，你现在态度极其不老实。你要是再这样装疯卖傻下去，小心我把你送进监狱里去。嘿，你什么态度啊你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听不懂我就不能问了。你别以为你穿着这身衣服你就可以冲我嚷嚷。赵素春同志，我们是在替国家执法，啊，查关税，不是在给你上课，知道吗？什么税？你们说的这些都是些新词儿，我真的不懂，我以前都没听说过。那你真的没有工作，一直在家里做家务啊？不信来，反正你也知道我们院儿在哪儿，问我们院儿随便一个人，他们全知道。我呀，小学4年级都没毕业，从来就没有工作过。赵子春，你现在好好想一想，是继续装下去呢，还是老实交代？看着他。谁装了？我看你才装呢！什么态度啊？我看呀，他不像是装，确实不懂。你没听他说吗？小学都没毕业，他不可能懂这些。陈局，我觉得也是，下午根本不管用。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，他确实是知道这件事儿，要不然他不会替他妹妹扛事儿的。坏了，当时赵素部肯定在屋里头，我是让他给骗了。
我大姐被工商局抓走了。工商局？你三姐是不是又捅娄子了？你大姐又替她顶事儿去了？你三姐呢？她回深圳了。这死丫头，一回来就惹事儿。妈，啊，要不您去看看吧。替人顶事儿，他们不会把她怎么样的啊。妈，妈。送来的呢。我大姐跟小楚呢？你大姐啊，去工商局了，帮着你三姐扛事儿去了。八成小楚啊也去工商局找你大姐去了。你这可怜的老娘啊，没人管喽。妈，您真是的，小楚一个人出去您也放心啊。我找他去了。嘿，这小楚都多大了呀？怎么就不能一个人出去，还会被人骗走啊？怎么混的呀？怎么没人关心我呀？小楚，我姐，你一个人在这干嘛呢？我在这儿等大姐。你进去问了没有啊？我不敢一个人进去。哎呀，好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咱们进去问一下，你傻坐在这儿干嘛呀？同志你好，麻烦问一下，工商局什么来着？经侦科稽查队啊，对对对，经侦科稽查队在什么地方？你们找谁啊？找我大姐。你大姐是谁啊？我大姐，她不是这儿的，是被你们人带到这儿的。不会，现在都下班了，里边没人了。不能啊！到现在没回家呢，我在外面坐了一下午了，都没见他出来。啊，麻烦您让我们进去找一下好不好？去吧，1楼向右拐，再向右拐，最后一个房间就是。大姐你怎么了？大姐你醒醒啊！怎么了你？小楚，哎，大姐，你别哭别哭。哎呦，小楚，怎么了？哎，小妹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我一回家看你们都不在，妈说小楚可能来这儿了，结果小楚在外边坐了一下午。小楚，不许哭了啊！大姐这不是好好的吗？什么事儿都没有，没事儿啊！大姐还在这睡了一觉呢。大姐，哎，人家工商局都下班了，你怎么在这儿睡觉呀？我也不知道，刚才还有人在这儿呢，他们没让我走，我也不敢走啊，我只有在这等着。哎，真是奇怪了。谢谢您啊。找到了吗？没有，跟您说的一样，这里边根本没有人。出去把外面门关好。哎，好嘞。我的妈耶！哎，就这么就混出来了？人家就没有关你呢。不可能，那马队长特横。这也就是我来了，要是你三姐来了，把你三姐不得吓坏了？哎，妈。我说傻老大，哎，你除了蒸馒头就是蒸馒头，你再这么蒸下去，我看你就像馒头了我。你就不能换点新鲜的？咱没钱呀，要是有钱啊，您想吃什么，我天天给您换新鲜的。那三儿给你那钱呢？那钱可是给小楚治病的，1分都不能动。